今日我要講一個可能令好多人唔舒服，但又必須要講嘅話題。一個人一旦喺出面有人，佢返到屋企一定藏唔住4個行為，唔係我嚇你，係我幾十年睇人睇命睇人性之後總結出嚟嘅鐵律。你唔使去查佢手機，唔使去聞佢衫領，你淨係睇佢對住你嘅4個反應，就已經一清二楚。糊塗係福，但喺感情呢件事上面，糊塗往往等於將刀遞俾人，將傷口留俾自己。我做咗幾十年生意，同人打交道係我嘅看家本領。我發現一個特別嘅現象，越係做大事嘅人就越重視信任，因為你知道一個人如果連基本嘅誠信都守唔住，佢喺任何領域都行唔遠。呢個就係商業嘅本質，亦都係人性嘅本質。婚姻嘅基礎係乜嘢？好多人話係愛係激情，我話你知，愛嘅底能都係信任激情呢樣嘢。3個月半年撐死咗3年就退潮，退潮之後露出嚟嘅礁石係乜嘢？係2個人可唔可以背靠背抵擋風雨？係我將後背交俾你，我知道你唔會喺背後插我一刀，呢個先係婚姻能夠穿越漫長歲月嘅壓礦石。但人性有佢嘅弱點，人骨子入面有一個非常原始嘅本能叫征服欲，呢個本身唔係壞事，放喺字義上叫野心，叫進取心。但一旦管唔住自己，將呢個征服欲用錯地方，用喺花花世界度，麻煩就嚟啦。一個人喺出面出現狀況，佢心入面都會慌。佢慌乜嘢？佢慌嘅係人設崩塌。佢喺單位係領導，係骨幹，喺父母面前係好仔好女，喺細路面前係榜樣。佢所有嘅社會身份都建立喺一個基礎上面。佢呢個家係穩定嘅，一旦出軌嘅事敗露，唔單止係家變咁簡單，嗰叫社會性死亡。佢苦心經營嘅一切可能一夜歸零。咁佢嘅第一反應係乜嘢？好多女人喺呢個時候會犯一個本能但錯誤嘅應對方式，刨根問底。另一半夜晚返嚟，手機唔離手，你個心好似貓抓咁，你開始查通話記錄，查微信聊天，揭佢衫袋，聞佢身上有冇香水味。你甚至半夜瞓唔着，搖醒佢質問你今日到底同邊個一齊？你係咪有事分住我？我問你，佢認咗未？你揾到證據未？大概率乜都查唔到。點解？佢既然夠膽做，早就將所有痕跡清理得乾乾淨淨。你咁樣一鬧，只會打草驚蛇，等佢下次藏得更密。而且你將自己嘅檔次拉低咗，你活成一個偵探，一個怨婦。你喺佢面前越嚟越唔好睇。更可怕嘅係，如果佢咬死唔認，仲將根水攰返你身上，話你無理取鬧，話你疑神疑鬼，你會點？你會陷入深深嘅自我懷疑，你會諗，係咪我真係好煩？係咪我唔夠體貼佢？你睇佢犯咗錯，結果痛苦嘅係你，呢個就係典型嘅責喊捉賊，你跌入咗佢為你設嘅情緒陷阱入面，出唔返嚟。所以我今日唔講心靈雞湯，唔講虛嘅，我教你一套方法論，叫做行為讀心術。婚姻入面嘅所有動作都有跡可循。咩叫行為讀心術？各位，行為讀心術唔係叫你去猜佢諗乜，而係叫你去睇佢嘅行為講緊乜嘢說話。呢個就好似我哋做企業，你睇一間公司嘅財報，睇客數率，睇員工離職率，你就可以預判呢間公司下年會唔會執笠。同樣，一個人變心，你唔使去問佢把口，你要睇佢嘅財報，佢嘅眼神，佢嘅肢體語言，佢對你嘅態度，呢啲都係最真實嘅 KPI。一個喺出面有人嘅人，佢返到屋企之後，一定會對你做以下4件事。呢個唔係我編出嚟，係幾千個案例，幾十年嘅觀察總結出嚟嘅鐵律。你對號入座睇佢中咗幾條，如果4條全中，咁你心入面就要有本主。如果你覺得今日文峰講嘅嘢有道理，請你喺評論區打低4個字：清醒是福。我哋睇下有幾多人係屬於呢一類。仲未訂閱嘅朋友，麻煩點個訂閱，打開小立動，我每日都陪住你好。我哋正式入正題。第一種行為，佢突然變咗5好伴侶，但呢種好令你周身唔聚財。
有一類人以前喺屋企同大爺一樣，油樽跌咗都唔扶你，叫佢洗隻碗。佢可以喺沙發唔創慢半個鐘先肯喐。你過生日，佢可以忙得一乾二淨。但突然之間，佢好似變咗另一個人，開始主動洗碗拖地，收工返嚟居然買咗一樁花俾你，甚至破天荒記得你哋嘅結婚紀念日，買咗個袋俾你，或者轉咗筆錢俾你，備註寫住老婆辛苦晒，或者老公辛苦晒。你遇到呢種情況，第一反應往往係感動。哎呀，我屋企嗰個終於開力啦，知道蝕人啦。我話你知先，唔好急住感動。呢個喺商業上叫做非正常利潤。一間公司平時半死不活，突然報表利潤暴漲，你首先要做嘅唔係慶祝，而係去查數，睇下係唔係假借佢呢排嘅好。9成9唔係愛嘅補償，而係心虛嘅掩飾。佢點解對你咁好？唔係因為佢更加愛你，係佢心入面個天平失衡咗。佢喺出面揾咗新歡，返到屋企面對你呢個糟糠之妻，佢良心發現咩？冇，佢只係想令自己好過啲，透過買嘢俾你幫你做家務嚟洗走佢內心嘅愧疚感。呢個叫乜嘢？呢個叫棒槌券效應。中世紀嘅人犯咗罪，花錢同教會買場棒槌券，就覺得上帝原憐咗自己，然後轉頭繼續犯錯。佢而家對你嘅好就係佢嘅棒槌券。佢買個袋俾你，心入面就諗，你睇我幾殺佢，我都冇咁壞啫。佢用呢啲小恩小惠將道德壓力釋放咗出去，仲有更陰濕嘅，佢喺度建立防高公事。佢變得特別客氣，特別有禮貌，多謝辛苦晒，對唔住。呢啲說話開始出現喺你哋嘅對話入面。你諗下，兩公婆過日子需要日日講多謝咩？嗰叫相敬如賓，嗰叫距離感。佢將親密變成社交，用客氣到虛忌嘅態度推開你，等你唔好再靠近佢，唔好發現佢更多秘密。所以當一個常年唔做嘢、唔送禮物嘅人突然開始獻殷勤，你要做嘅唔係感動，而係警惕。你喺心入面打個問號，佢呢排出錢出力嘅愛，到底係為咗補償你，定係為咗安冷佢自己嗰顆唔安分嘅心？第二種行為，你做乜都係錯，佢睇你嘅眼神入面全部係挑剔同厭惡。如果話第一種棒槌式補償算溫和，咁第二種行為就係赤裸裸嘅情感暴力。呢種行為我稱之為情緒卸膊，講通俗啲叫卸鑊。呢種人會突然變成挑剔專家。你辛苦煮咗一台餸，佢皺住眉話啲鹽唔使錢啊，鹹死人。你問佢今日工作點樣，佢板住塊面話，講你都唔明，唔好問啦。你新買咗件衫，滿心歡喜俾佢睇，佢嘴藐藐，都唔後生啦。咁花哩花碌做乜？你會發覺你喺呢個屋企連唞氣都係錯，你做乜佢都挑得出毛病。你好似唔係佢另一半，而係欠咗佢幾百萬嘅仇人。好多人呢個時候就崩潰，開始反思自己，係咪我真係做得唔夠好？係咪我人老珠黃，佢嫌棄我？於是你開始拼命討好佢，改變自己，活得越嚟越卑微，越嚟越唔似自己。你千祈唔好跌落呢個坑。佢呢個唔係對你有意見，佢係喺度為自己揾藉口。心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認知失調，咩嘢意思呢？就係佢一邊出軌，心入面又知道出軌係唔啱嘅，呢兩件事喺佢腦入面打架，佢好難受。為咗令自己唔難受，佢一定要為自己揾一個合理嘅理由去美化自己嘅行為。嗰個理由就係我另一半好差，所以我先會出軌。你睇邏輯自洽咗，佢只有拼命掹低你，證明你唔好唔合格，佢先可以心安理得咁同自己講，我喺出面揾人係因為佢逼我嘅。如果佢溫柔啲、賢淑啲，我至於咁樣咩？佢透過呢種無稽嘅邏輯，成功將出軌嘅責任由自己身上卸咗俾你。所以當佢開始無緣無故嫌棄你、打擊你嘅時候，你就要明白，呢個唔係你嘅問題，係佢嘅問題。佢喺用你嘅感情為自己嘅背叛鋪路。你如果信咗佢嘅鬼話，覺得自己真係唔得，咁你就中計啦。你越卑微，佢越覺得自己理所當然，你越討好。
佢越覺得你活該冇愛情。記住，真正愛你嘅人會覺得你係最好嘅，就算有缺點都可愛。而想拋棄你嘅人，就算你係天仙，佢都可以挑剔你鼻毛太長。第三種行為，佢變成咗一座孤島，你哋之間只有通知沒有溝通。你回想下拍拖嗰陣，你哋係咪有講唔完嘅說話？凌晨2點仲可以傾幾個鐘電話。今日樓下見到隻流浪貓，聽日公司嚟咗新同事雞毛蒜皮嘅流事，都想第一時間同對方分享。嗰啲毫無營養嘅廢話，其實係感情入面最珍貴嘅養分。點解？分享欲係親密關係最直接嘅溫度計。一個人想同你親近，佢就會將心入面道門打開俾你入去，佢會話俾你知佢嘅恐懼、佢嘅焦慮、佢嘅野心，甚至係嗰啲唔切實際嘅幻想。但當呢個人喺出面有人，你會發覺佢心入面道門啪一聲閂咗，仲要上埋鎖。佢返到屋企坐喺沙發，對眼就黐實手機。你問佢今日攰唔攰，佢頭都唔抬，還好。你再問周末帶細路去邊度玩，佢答隨便。你所有想打開話題嘅企圖都被佢一個好塞死晒。你哋嘅對話變成咗工作匯報，全部都係祈使句，全部都係通知，冇感情，冇溫度。你覺得自己唔係同另一半講嘢，而係同合租室友，甚至同機械人溝通。好多人呢個時候就慌，覺得佢係咪工作壓力大，於是你更加想關心佢，走入佢內心。但你會發覺你越靠近佢就越逃避。你哋坐喺同一張沙發，中間卻隔住一片大海。呢個喺商業上叫做核心資產文離。佢將注意力、情緒、時間呢啲最核心嘅資源全部轉移咗俾出面嗰個人。佢將所有想講嘅說話、想釋放嘅柔情都同嗰個人傾訴完，返到屋企面對你呢個舊人，剩低一副空殼，就連敷衍你都覺得攰。伴侶之間最遠嘅距離，唔係異地，唔係嗌交，而係兩個人瞓喺同一張床，卻冇話可講。當呢個人唔再願意同你分享喜怒哀樂，咁基本上可以斷定，佢個心早就離開咗呢個屋企。你留住佢嘅人都只係得個空殼。第四種行為，佢部手機變成國家機密，行程表全部都係有事。前面3點仲係精神層面嘅疏遠，第4點就去到最實際嘅層面，亦都係最容易留下證據嘅地方。我觀察過好多人，一旦心入面有鬼，對私隱嘅敏感度就會飆升到變態嘅程度。以前佢部手機周圍亂擺，你攞嚟打機查食譜，佢睇都唔睇。而家佢部手機永遠螢幕向下放，沖涼都要帶埋入浴室。半夜你瞓着咗，佢都要起身睇手機密碼換咗，指紋解鎖刪咗。你多問一句邊個揾你啊，佢即刻發火，反過嚟指責你。你可唔可以尊重下我私隱？呢個就係典型嘅此地無銀300兩，心理學上叫邊界防盜。因為心虛，所以要起高圍牆。所有嘅證據都喺嗰塊熒幕入面，嗰個係佢嘅另一個世界，絕對唔准你踏足。除咗手機，仲有佢嘅時間表，你會發覺佢開始有無數嘅應酬。今晚同黃總食飯，周末陪客戶打波，下個月有同學聚會，每一個理由都咁合理，令你無從反局，想跟都揾唔到藉口。但我話你知，越係天衣無縫嘅藉口，就越可疑。真正忘事嘅人係攰到不停轉，返到屋企倒頭就瞓，邊有精力編做咁多花巧嘅理由？只有心入面有鬼嘅人，先會將自己嘅行程包裝成一份完美嘅 PPT， 每一頁都寫住合理，但串起嚟睇滿係破綻。佢咁樣做，其實係重新劃定界限。佢以應酬同工作做藉口，將你原本嘅正印伴侶徹底剔出佢嘅核心生活圈。你已經唔係佢生活嘅主角，變成咗只需要向佢報備嘅物件。當一個人將時間、金錢、資訊對你呢個最親密嘅人全面封鎖，咁你喺佢心入面嘅位置其實已經一清二楚。4種行為我講完，我哋快速回顧一下。第一，無端獻殷勤，用補償換取心安。第二，瘋狂痛低，你用否定洗白自己。第三，
鐵底零溝通，用沉默隔離感情。第四，防守機預防就打住私隱嘅名義突起防牆。如果嘅你另一半出現當中一種，你可以觀察，記住係觀察，唔係審問。如果兩種同時出現，就要提高警覺。如果四條全中，我唔再多講，你心入面應該明明白白。我知道講到呢度，好多朋友心入面唔好受，但我想講清醒嘅痛好過胡濤嘅甜，嗰種甜只係工業糖精，食得多係會中毒。好多人喺呢個時候會陷入抵逃心態，總覺得再忍下，再等下，佢就會回心轉意，覺得自己耗費咗咁多青春，而家放棄太唔抵，太唔甘心。我勸你千祈唔好咁樣諗，喺錯誤嘅牌局入面坐得越耐，輸嘅籌碼就越多。你輸嘅唔單止係呢個人，仲有你嘅尊嚴，你後半生嘅安寧同快樂。佢願唔願意回頭係佢嘅事，唔好俾佢繼續傷害你，就係你自己嘅責任。我見過好多人經歷呢件事之後會行兩種極端。第一種，日日以淚洗面，逢人就訴苦，活成怨婦或者怨婦，成個世界剩低呢個背叛自己嘅人。細路唔理，工作放棄，疏遠朋友，結果點樣？嗰個人只會越嚟越厭惡，佢避之則吉，最後既失去伴侶，亦都失去咗自己。第二種，哭過、痛過、嘈過，然後目眶眼淚，將呢件事當做人生一道坎，唔再將心神擺喺佢點解唔返屋企，佢又同邊個傾偈呢啲難事，將注意力由對方身上收返自己身上，去健身閱讀，發展自義，打理自己，將精力放回自身。結果你估下，嗰個曾經對佢不屑一顧嘅人，反而開始慌，因為佢發覺從前圍住自己轉嘅衛星脫離軌道，變成一顆會自己發光嘅騰星。呢種失去感先會令佢重新評估你嘅價值。我唔係教你去報復，我係教你救自己。你嘅價值從來唔取決於邊個愛唔愛你，價值係屬於你自己。你係獨立嘅個體，你完全有能力令自己過得好。佢懂得珍惜係佢嘅福氣，佢唔識珍惜係佢嘅愚昧，唔係你嘅錯。再講深一層，婚姻說到底係一場修行，要接納佢美好嘅一面，亦都要有勇氣面對佢醜惡嘅部分。忠誠係底線，唔係上限。佢守得住底線就好好過日子，佢守唔住天都唔會塌落嚟。最後送俾正經歷或者曾經受過傷嘅朋友一句說話，無論佢留唔留低，你都要向前走。無論佢返唔返嚟，你都要向前走。人生嘅道路好漫長，唔好因為一個唔守規矩嘅人遮擋住你眼前全部風景。世間最可靠嘅靠山永遠係你自己，係你嘅健康、你嘅能力、你銀行卡入面嘅儲蓄，仲有顆就算受過傷仍然敢重新出發嘅心。如果覺得今日呢集對你有幫助，喺評論區打低4個字：清醒是福。打出呢句說話係同自己承諾，唔再自欺欺人。我選擇清醒。記得點讚分享俾身邊有需要嘅人，令更多人明白呢個道理。我係岑師財富課堂，多謝各位，下節見。